音控麻烦一下，那个大荧幕。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这碟来锻炼诗歌，咱先对圣诗126首开始。对第1节开始哦。一标子耶稣万福的光。
风第27岁的草坡，秋那的甘露，春天味的秋马草花，拢不及耶稣，拢不及耶稣，你和我做的是快乐，比表的君王。万邦所惊呼，为着为着村中，我都要村后，永远到永远同祝你。咱注意者，这条曲的速度是69，咱来搁对头搁唱一届，126。标准耶稣，万福的关顾，你本是新家在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的主在我，君王的日赞。圣诗121首，上帝听人听过一切。
即马，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我着要安怎报答伊？我要捧救恩的杯，求叫上主的名。我要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对上主写我的愿。请咱三角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79首，因光归伫信拜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Yeah.
请咱额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阿爸上帝，今仔日的日子是10月底，天气有小可的冷，不过真舒适。阮要感谢你，阮住伫个台湾是真正好，这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伫台湾有山有海，有一年四季。伫宝岛台湾，阮会当食到台湾家己种的米甲水果，用台湾家己做的电脑，这拢是你的恩典。我嘛要常常感谢，因为有过去足侪人的努力、打拼、牺牲，阮才会当享受到即款的好日子。不过，现今的世代不断纷纷扰扰，啥物代志拢伫咧改变，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发生，拢无奇怪。常常伫咧新闻中会当看见有其他国家的战争，全世界拢受到新的病毒的威胁，气候不断伫咧改变。这伫过去10年、20年前，阮拢毋捌想过，伫现今，阮拢拄着。每一个问题拢影响着国家，影响着家庭，甲每一个人。所以，阮要求你，常常赐予阮有平静、温柔、忍耐的心。阮要求，常常赐予阮有气力、有智慧甲能力，会当处理即个世界不断改变的事。我嘛求你，照你的旨意赐平安，互每一个找你的人。互阮了解，不管是安怎变，不变的是要仰望你。你是耶和华，你是独一的神，你是医治人的主。在你无恶正的事。今仔日你才派苏元良长老伫阮的中间，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无公平的恩典。恳求圣神做工伫阮的中间，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大家来读读启应文第28篇，诗篇118篇。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会加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迄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起师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我求你，求你解救我。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来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
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请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62首，美妙主耶稣，请大家坐地来吟全首。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16节。天国亲像一个园主透早出去，请工人来伊的葡萄园做工。伊甲工人约定一日一个园，就找因去葡萄园做工。早起时9点左右，伊过出去，看到有一伙人伫市场头咧徛。无代志做，就对因讲：恁嘛去葡萄园做工，我会互你公道的工钱。因就去。中昼12点到下晡3点左右，伊搁出去，嘛安尼做。下晡5点，伊搁出去，看到有一寡人徛伫遐，就对因讲：恁哪规工徛伫遮无代志做？因甲伊讲：因为无人请管。主人甲伊讲：恁嘛去葡萄园做工。黄昏的时，园主甲伊的管家讲：你去叫工人来，发工资互因，对落尾来的惩罚，然后才发互大省来的。迄个下晡5点才来的，逐个人领着一个群。大省来做工的人想讲家己会领较济，毋过逐个人嘛是领一个群。因领了。对主人卖关讲，即个最后来的人只有做1点钟尔，你互阮互日头拍规工，劳苦工作，你竟然互因甲阮领平做。主人因其中一个人讲：朋友啊，我对你毋是无公道，你敢毋是甲我约定一日一个群，摕你的工钱转去？我要互上尾来，甲你领平做。我用家己的物做我爱做，敢袂用钱？我慷慨，你咧目空赤是无？安尼上落尾会做第一，第一个会做上落尾。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安行的人。这时，请星星诗班来赞美。因所要弹的诗歌有2首，第1首《Set Down Further》，第2首《希望带领》。
即时请所有的王长老大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无公平的问题。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清早遮尔好的时阵，互阮大家会当自就伫你的圣殿，阮伫遮要安静阮的心。三甲来阐述你伫圣经内面所要教导阮的道理，求主你的灵即时运行伫阮中间，互阮伫遮拢会当得到你恩膏的充满。阮开始礼拜以前，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仔日的圣经要讲到一段真无公平的代志，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会来了解迄内面所讲的无公平的事项。这个比喻是安尼讲：早起时，家主清早出去找人来做工，然后3点钟后9点，搁3点钟后12点，一直到下晡5点，拢出去找人入来做工。到6点发工资的时，伊真趣味，讲后来的生体，先来的万家体，所以第10节开始就有即个比喻的真重点的所在。迄个先来的人，想讲因会当摕到较济，因为万来的人做1点钟的人，一定摕1箍银、1角银、一钱银啊，一钱银两啊，1钱银。迄个万来人想讲，头前的人已经摕1角银，我上早来，起码加做伊11点钟的工课，我应该起码心内里想我要，起码嘛摕2角银，还是3角银来讲。结果想袂到，发互伊的钱的是，嘛是共款1千银、1千银、1钱吼、1钱银吼。因摕着了就埋怨迄个家主，讲阮规日劳苦。伫遮曝日，但是迄个后来的人，较做1点钟，你竟然互伊扛我共款的薪水，心内一定是讲无公平，安尼非常的无公平。但是家主甲应讲，朋友啊，我敢有欠你？咱来的时候，我甲你约定，就是做工，互你1钱银。所以伫和本的圣经有写一句讲：拿你的走吧。咱台语圣经，你摕咧好通转去吼。我互迄个后尾来人，甲头前你来人共款变做，这是我所愿意的，我愿意要互恁的。我的物，敢真正袂当照我的意思来用嘛？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目眶红是无？啊，尾后伊佫一段话讲，迄个后来要做情的，要伫后面。这段圣经讲到一个人世间真重要的题目，叫做公平。什么是公平？咱不时心内拢有真济的不平，因为感觉讲我所得到的无公平。所以先来做工的人，透早6点来做，到下晡6点的时阵做12点钟，结果伊摕到薪水，含下晡5点来做，到6点做1点钟的人，平平摕1钱银子。若是你感觉敢有公平？坦白甲你讲，若是我感觉无公平。什么叫做公平？真简单，就是讲根据一个标准，大家平均来分配，机会共款，无特权，这叫做公平。啊，这有啥物款的标准？比如咱即摆选举要到，每一个人拢1票，就是公平。如果呢，你用钱去甲买票，所以加着1票的时阵，这就是无公平。你无照迄个机会相共，你用特权，这就是无公平。你若你做工课。你做较济的人，却得到较少；无做的人无得到，这应该是应该的。但是做的人做较济，就得较济；做较少，就得较少。无做的人无应该摕，这叫做公平。啊是讲先来先摕，后来后摕，无来就无应该摕到。比如讲排队，你若伫遐排队，有人插队的时阵，你敢这个敢有公平？甲你插队人敢有公平？
我差不多20-30当前伫中国伫遐常在去公司的工厂伫遐，所以大家迄阵要过啥，毋是香港就是香港过啦，是罗湖遐过，可能真侪人已经无即个印象哦。真侪人客伫遐所在，大家要过的站，不时就看到真侪中国人伫遐插队，加上在代志去问一下后就插队入去。我迄阵真少年吼，毋惊死，拢去甲救出来。你开始安尼，我为了甲你整，为了讲我刚好有什么事儿，按就过吼。这就是无公平，特权插队无公平。但是事实上，伫咱生活中，即款无公平的代志，不时嘛咧发生。因无要照一个机会相等、平均分配，无用特权的标准来做代志。公平这样代志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是古今中外大家拢独推崇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中间这个公平嘛，包含一个平等的观念伫内面，讲人生来就是平等，所以来公平。所以法国的革命、美国的革命讲人生而平等，所以来公平。所以伫咱今仔日民主社会内面，上第一重要的就是讲爱平等、爱公平，这就是咱人间、咱世间人的想法，咱世间人所尊重的法则、的想法、的方法。但是，即明显今仔日圣经这个家主，并无照这个原则来做。伊安那后来的身体，迄个风险就是讲，若万一发了怎说生来煞无通摕，啊是讲假做的人煞无通加得到。我若毋是一个基督徒，啊是讲毋是伫礼拜日伫普通时阵，我嘛可能感觉足无公平。礼拜日食面子一个过来嘛，讲公平公平。事实上，真正是无公平。我今仔日若伫我的职场上顶悬，安尼有了即款代志，我一定感觉无公平。但是咱来看圣经，特别伫新约内面，耶稣真侪比如，甲伊所讲的故事，拢是真无公平的代志。龙主回头，大家会记即个故事无？龙主这个细汉囝甲伊老爸讲哦，甲我所应该得到的家业分互我，我要来来外面拍拼。我相信迄个老爸伫遐分财产时阵分了有公平。所以伊兄哥无出来吵，圣经无吵，所以有公平分配迄个财产。所以这个细汉囝就出去经营了，尾啊散车食猪里这物，转来厝里。26开始安尼记载讲，伊的老爸真远的所在，伫遐就看到伊，圣经才讲就动了慈心，慈悲的心就安尼去压起来吼，走去牵伊浸喙，然后马上上好的衫互伊穿咧，互伊戴手指，穿好的。太牛太羊，互伊食，互伊啉，互伊快乐伫遐宴会。大汉囝看到了，真受气，心内讲无公平，无公平。我甲我的老爸伫遮劳苦曝日遐济冬，你从来拢毋捌开一只羊啊，互我甲我的朋友伫遮宴乐。我敢有劳苦受热，我加做遮尔济，结果我无得到。毋是讲加做加得，也是加做。得较少，是我做遮尔济，并无得到，无公平。我想这个大汉囝的受气是合情合理，非常的无公平。我事实上准备这个道理的时阵，有人在想讲，其实真侪时阵，我甲迄个大汉囝差不多，真无公平。我会发出迄个怨叹，是啊，我所得的，我做遮尔济。但是我是得到无公平的待遇。我想世间人可能真侪爸母的小学，含这细汉囝要转来厝里阵，想的可能嘛是共款。伊毋敢要求伤济，伊可能心内嘛伊想讲好啦，你这个放荡、值财产、食了了、用了了人，你转来，因为你是我的囝，是恁兄哥的小弟，所以我嘛就接受你，互你搁这份工课，你甲所有人共款，摕遐工资，人摕偌济，你摕偌济。我想这是可能真侪人。真侪伫即个父母，也是讲社会会当接受一个公平的原理。即便伫家己的厝里，你嘛是爱公平。我常在有当时吼，这老爸吼，可能当个较听着较细汉叫，特别我的大汉早第二早第三个囝差10岁较生吼，所以拢较爱迄个较细汉较古锥的吼。所以有当时吼，啊，就无行中无意识中，就对伊较偏好吼。阮太太拢会面说来讲爱公平，大概。分外都拢会共款较会使吼。事实上，伫社会、伫厝里内面，你要维持迄个公平是真困难，因为
父母甲囝儿中间有一个甲社会、甲人间一般的思考无共所在，就是有迄个疼伫个所在。迄个疼伫啊，互你产生扭曲，互你产生真无公平的行为出来。即个浪子的老爸，伊就是安尼，伊有迄个疼，所以有迄个无公平的行为产生。但是耶稣基督今仔来到世间，伊毋是要处理咱人间一切公平，互恁兄弟啊，逐个分财产分了足公平。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讲：“老师啊，拜托你甲我兄哥讲，要来分财产。”耶稣讲：“你摕去，我送叫你设我做迄个判断事情的迄个替恁分财产的官员。”后壁迄句讲：“恁得小心恁的贪心，因为事实上要分财产，每一个人心内所想拢是对伊家己好的代志。但是耶稣今仔日要来，就是要处理这公平。”人间的伦理、人间的想法、甲做法，无法当处理的代志，就是耶稣来到世间所要处理的代志。伊就是透过恩典、透过疼来处理。什么是公平袂当处理的代志？和平，厝边两边相拍相骂，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想法，一块块的土，一块块签着位，就大家要相整起来和平。但是耶稣要来就是讲，即款要教足清楚。是真困难的，所以大家用怜悯、用疼的方法来遮做一个一个解决的问题。宽容，是讲赦免、怜悯、疼、做，是死，这拢毋是会当公平处理的代志。是毋是死上帝公平？无毋对啦，每一个人拢会死，这是上帝公平。但是有人会早死，有人会慢死，所以有人车祸死三，伊老爸讲这世界太遮无公平。阮咱行善做好，守公守法，奉公守法，是让我的囝人较早死，无公平。即款的心情，即款的苦难，即款的无助，就是耶稣来到世间，伊所要处理的代志。伊来就是要解决人间的法则、人间的想法，无当解决的问题。因为世间人的公平，拢是按家己的利益出来，家己的角度来出来。所以真侪人甲咱台湾人讲，即摆中共要来吼，你毋通去靠美国。美国拢是为着伊家己的利益出来，看起来为着恁，但是毋是，每一个拢是为着家己的利益。这点我相信，伊无需要为着咱台湾人来牺牲伊个美国人的性命。我相信，拢是为伊利益出发。人间的法则就是安尼，拢用家己自我做中心。普丁感觉美国甲乌克兰无公平对待克里米亚遐俄国人。受到无公平的待遇，但是伫乌克兰这方面看起来，就是你普丁借口要来侵略、要占这个乌克兰的所在，所以是这公平较无过。每一个人用家己的角度、看伊的限制所看的这一个观点，伫遐争论，所以无法当有和平。公平袂来造成和平。咱常在伫咱身躯边发生的是讲兄弟咧分财产。我捌看一个家庭，一个阿公呢，又生3个囝。囝呢，大汉呢，我生5个囝，生5个孙。第二嘛生5个孙，第三生1个孙。所以到要分财产时，这大汉的甲第二个讲哦，咱财产来看咱几个孙来分，毋是分这3个3分吼，几个孙来分。因为2个人，这第三甲1个孙，2票对1票通过，照这做。所以大囝呢分着5分，第二囝呢嘛分着5分，第三囝分1分，安尼敢有公平？但是伊有伊的道理啊。这财产，咱一孙啊，大家拢爱公平、爱平等。但是我这边就讲，明明3个囝，生我较5，我较分1分尔。每一个人按家己的观点看出来，拢看到伊家己自我利益，拢无法度讲安尼就是公平。这个时阵，我毋知咱在座的女性感觉有公平无？虽然即摆宪法律已经规定讲查某嘛当继承财产，但是真侪时阵。你拢被要求讲去签名，讲自愿放弃，这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伫遮敢有对女性的公平？我相信是无。咱今仔中间，若感觉讲女性无需要继承财产，是公平合理，请举手看卖。我看无半个人查甫都毋敢举手，无公平，事实是无公平。但是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间的法则。这毋是上帝的法则，这是耶稣来所要教世人的方法。世间的公平，你若详细去想，真侪拢无法当互人心的平静。
我伫公司食头路啊，规10档伫遐做，啊，有迄个大间公司，也有细间公司伫遐做，绩效评估，逐档拢在讲哦，你这人价顶1顶2顶，还是拼可能爱离开，还是讲今年要加偌济薪水。我坦白来讲，40档来，按美国到台湾，我阁毋捌看过一个公平的制度。讲安尼，绩效评估你优等、甲等、乙等、丙等，毋捌看过一个公平的制度。原来讲无公平，因为大概都有人伫遐怨叹，甚至到我安尼退休70几岁人，前一站细间公司来分加薪的时候，嘛阁有人来我看讲，啊，较无公平，我较得真少。所以世间的代志，咱讲公平，事实上，迄个公平是表面的，迄个公平是按咱每一个人利益来出发，所以伫遐无和平，伫遐无宁静，因为每一个人用自我做中心来做这个公平的思考。但是耶稣要讲教示的法则是无共。但是伫以赛亚书伫圣经内有一段真，互你看到心惊胆跳的一句吼。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安尼记载讲：所有的义，所有的公义，拢亲像雾的纱。所有的公义拢是亲像雾的纱。人伫世间生活，真济时阵互动中拢是挂一个面具。所以一个日本真有名的，伫遐切腹自杀的一个文学家叫三岛由纪夫，伊的成名作叫做《假面的告白》。伊感觉人世间大家伫社会拢是一个假面具伫迄个所在。事实上，内心真误会。事实上，社会讲做公平面，毋才是真正公平，无真正公平。所以，伊用假面，伊用心内伫遐斗争，伊其实是写伊的性，是同性恋倾向，甲伊伫社会伫安尼暗藏，伫遐甲社会互动的一个看法吼。所以，以赛亚书讲，所有的义，拢亲像垃圾衣裳，拢亲像垃圾的衣裳。所以，耶稣要揭发即个人足丑陋。一个罪的面目，衣裳是要来，咱穿的衫是要遮看咱的垃圾，遮看咱无好看的所在。咱会去衣裳，伫人世间人文明啊，人第一个出现是啥物所在？就是亚当甲夏娃，因食着无会迄个智慧果，分别善恶果的酒了呢，目睭开起来看家己身躯安尼真见笑有为，所以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纱。所以衫的缘起，就是要遮盖咱人的真实的面目。所以来伫这个所在，耶稣来就是要将咱的心、咱内在迄个垃圾甲无清气，甲规个甲压出来，规个甲压出来。所以讲，所有的公义，拢亲像垃圾的忧伤。人间的公平、公义，事实上拢是真自私的想法，是拢真自私。人佮安那善良。佮安水，伊的心拢有贪念，拢有私心伫遐。耶利米书第7章第9节安尼讲，人的心比万米佮较诡诈，坏到极处，有啥物人看会出？耶利米书安尼讲，人的心比万米佮较垃圾。耶稣真知影人的心，伊知影人所表示。心内恶念是伫遐真正拢有真贪念伫啦，毋是真正是社会所讲的公义甲公平，毋是真正的迄物。所以咱会记得伫迄个伫迦纳的婚姻，耶稣行第一新来了，把水变做酒，哦，这项代志哦，有的人可能爱啉酒的人感觉足好哦。阮太太常常咧讲，啉酒醉，水酒啊，水酒啊，酒醉，拢搞不清楚哦。所以这个意就是讲，伊啊。水变做酒的时候，哇！这个心才一个出来时，足侪人拢要来对耶稣。但耶稣圣经记载安尼讲，耶稣无将伊家己交托互因，意思就是讲，耶稣没有上当，伊真知影这人咧是为着迄个物质的利益，知影伊会惊死者。今仔日水变做酒，明仔日可能石头变做面包，后日可能草啊变做牛啊。所以。耶稣真知影，无将家己交托互因，伊知因心内所顺的是家己的利益，所以耶稣人的心真歹，所以公平公义根本就无可过，拢是虚假的面具。但是我安尼讲，毋是讲人间这个公平无可取，公平有完真可取。我安尼想讲啊，这是所有受欺压伫社会基层的人，迄个。支持的一个力量，
我安尼想讲，若算今仔日台湾无即个公平一个人口制度，我可能嘛无机会，阮的家庭的出身嘛无机会，安那去读册，读到大学毕业，甚至去做大学的教授。所以公平是真重要，社会有公平是真重要。但是社会所讲的公平，并无法度处理所有人间的问题。所以耶稣要来，像头先所讲，伊就是要处理咱人的世间公平法则所未解决的问题。什么和平、赦免、怜悯、疼、死、甲罪，这拢是人间用人间的法则，拢无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拢用自私的中心、自私的角度去出发。社会需要公平，无毋对。但是厝人敢通讲公平？敢敢只有公平？咱头拄仔讲，即个浪子的回头，即个故事，迄个老爸伫迄个家庭内面，伊接了即个细汉囝，明显是无公平。但是咱读的时阵，拢会当接受，因为伊就是伫疼的出发点，伫家庭内面有疼的时阵，你无法度拢是公平。所以稳定是一种无条件互你的疼，无法度是公平的物。老爸对囝儿的疼，常常超出社会应该有的标准，所以是无公平的。咱爸母真侪人伫报纸看到，也是咱身边拢看到过，会当为了囝儿来死，会当为了囝儿来死。但是我借问大家，伫法院内面，迄个上公平、上公正的法官，敢有法度为着判死刑迄个人死？无可能的代志。因为迄个所在毋是讲疼的所在，家庭内面无法度讲用社会一般的公平原则，因为迄台有疼，这是耶稣来伊所要宣传的，伊所讲的问题，甲疼是一个无公平的代志。因为你免创啥，伊就互你，你做工做一点点，伊互你的稳定，互你的工资。甲做11点钟是共款，因为伊有疼，伊讲你有需要，伊是照你的需要来互你，毋是照你甲别人的比较来互你迄个稳定。遐日子嘛有困难，咱替伊承担。但是人间的法则拢是为家己，所以古代人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毋对。即句话实在是无毋对。你敢知咱资本主义的社会，伊的精神就是讲吼，逐个人拢追求家己的利益，迄是人的天性。所以咱设一个制度来照这个天性来行，互做侪人得侪，互做少人得少，互无做人拢无通食。安尼是做侪人就有动机，啊无做看人做好的人就有人要做较侪。所以这社会正面一直去，资本主义是建立就是讲人是自私，所以迄个分配若是公平的时阵，建立讲大家拢为着家己，所以制度通进前。但是共产主义的想法毋是安尼，伊讲每一个人拢公平，所以不管你有做无做。暗顿交的衫，人一手饭，你就一嘴饭，上安尼是上帝公平。但是袂记得人的人性是非常的自私。无偌久了，就发现讲啊，我无做还是食遮济，我甚至佫食较济嘛无要紧。所以迄个制度就袂当成立。所以今仔日已经无真正共产主义，可能有真社会福利的成分的社会主义在面。不过稳定，堪这所讲的拄好倒变，无求家己的利益。无为了家己的公平来拍拼，登山宝训，耶稣安尼讲，人拍你的正手面的面，你倒手用前头佫拍一个，安尼敢有公平、敢合理、敢合情理？讲爱听你的对敌，为了迫害你人的祈祷，这敢有合理？我做袂到，我做袂到。我伫遮可能甲大家见证过，我有一届伊透过教会，去到教会要去。讲道，要讲道时，心内拢去进前拢足祈祷啊，希望讲家己上帝的灵，甲咱甲治理啊，所以所讲的拢得合伫上帝的旨意啊。但是拄我要入去的时阵，边仔有一个，明明我要停车要过来啊，伊肯插伫我头前停入去，可恶！拄来看伊伫遐理论，看伊上面嚷起来吼，啊尾啊，嚷了，入去到教会内面说，我真正心无那平静，毋知要哪徛在咩台顶讲道。迄伫遐祈祷上头，就是安静我的心。我知我的罪伫什么所在，但是这敢真正？明明是伊毋对，但我是做一个基督徒，特别是要徛去讲台迄个讲员的时候，我在下面，我在吞论，我在来包容。这是咱所得到的信息。圣经内面甲咱教示，就是安尼。你的疼，啊，上帝恩典，就是无条件的，以德报怨。
看起来是美德，但是这就是一个无公平。上公平的话就是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上第一公平的制度嘛。所以追求和平、追求公平、据理力争，常讲是足有原则的一个做法。但是呢，你无去追求迄款的公平，你甘愿吃亏呢，才是有稳定的做法。耶稣互人伫遐定伫十字架顶，你看到伊是上有道理，无理由去用定十字架，无罪人，但是他沉默不语，一句话都无讲。伫遐些无理的人，现在敢若迄个坟墓内遐垃圾的法利赛人，伫迄个所在大声喊讲：定死，偷放巴拉巴是罪人。所以有理的人伫遐沉默不语，无理的人伫遐大声细声咧话，这敢有公平？但是所以讲，这个无公平，伫遐所显出来是上帝的恩典，甲上帝的疼。咱这些罪人，较会得救。如果若毋是即款的问题是无条件互你的，是一个无公平的人间的制度，看起来是无公平，咱就无机会伫即只得到下面，得到拯救。哥林多前书有记载一段，保罗有记载一段书讲，哥林多教会呢，伫遐有足侪纷争，所以写信互因讲，恁彼此伫遐相告状，伫遐斗来斗去，这是恁的大毋对吼。你为虾米无甘愿来受欺压？你为虾米无情愿来吃亏呢？保罗伊毋是讲公平，伊讲大家来吃亏，所以请大家注意，毋是干那保罗叫哥林多的教会爱吞论，毋通讲公平。教会内面毋是咧讲公平的所在。今仔日咱伫教会内面，我提醒咱大家，你是基督徒，但是我提醒，教会嘛是无讲公平的所在。教会就是甲社会要无共，社会就是教法律，法律无法度咱教抗争。基督徒伫教会里面，咱就是甘愿吃亏，甘愿受欺负。虽然无合情理，无合法律，啥物拢都无合，但是敢一点合，去合耶稣的模样。这就是教会的力量。教会若要伫遐甲咱纷争，要甲咱求社会世间的公平上。咱无合耶稣，虽然你无吃亏，但是你无合耶稣的模样。如果教会甲社会同款，教会力量就无去。今日教会毋是出来伫遐甲社团同款，伫遐甲政府抗争，伫遐甲人民抗争，伫遐甲厝边来抗争，伫遐甲厝边来伫遐是非冤家，安尼时阵，咱无吞论，咱无吃亏，咱有理咱赢，来歹势，咱无耶稣的价值，咱无下伫耶稣的价值。虽然伫职场顶悬，大家拢伫外面咧走头路，无毋对。你若即款的态度，基本上你毋免等社会来活，因为个欺负人、要占你便宜人，一个说一个，一个说一个，一直来。所以咱讲，你来以理服人，起码你来用理来说服别人，你来据理力争。你若对上，你来去讲，毋通常常伫遐负责人吞错，是一般来讲受鼓励的一款处事的方法。但是我不得不讲，虽然我嘛无一定做会到，咱嘛无一定做会到，但是耶稣的价值毋是安尼，伊毋是讲爱以理服人，也毋是讲爱据理力争。耶稣无即句话伫圣经内面，但是我感觉，我感受耶稣会做就讲有理让人，嘛是爱有理，但是爱让，爱吞论，爱下面，爱吃亏。每一个人拢感觉大家家己拢是有真理迄边。为了真理在拍拼，但是问题是，你的真理，你所看跟别人的真理都是无共，这是未和平的来源，这是你追求人间公平，结果就是无法度和平，无法度心的平静。耶稣伊是十字架顶，伊有迄个能力跳落来保护家己，但伊无安尼做，伊无求世间的公平，伊甘愿吃亏到死。恩典。就是安尼，袂当比较。伫温典下骹比哪比较？太阳伫遐照好人嘛照歹人，落雨落来嘛照互好人甲歹人，拢得着土地累积。所以都平平受着太阳遮尔现大温典下，你无法度伫遐过来比较讲，啥物叫做公平？因为这就是上帝恩典，咱就是白白一条面。所以恩典是互所有的人是无条件的。
这就是葡萄园的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讲主人的角度，伊是用慈爱、用善良、用疼、用你的需要来代表稳定来互你。但是人甲人中间是用比较、用时间、用世间的标准来比较讲我的价值甲你的价值的差别。各位，慈悲毋是公平，慈悲是上帝对人的稳定，稳定是无条件，全盘会疼，互一切甲人的比较，互变做无意义去。这是圣经里面所甲咱讲的，伊疼出发，迄个稳定是上帝对咱的疼。咱甲人中间，上帝对咱要求爱人如己，迄就是互相中间是互相的稳定之地。所以今仔日圣经第20章的第13节讲，朋友，你拿你的走吧，拿你的走吧。意思是讲，耶稣伫遐要甲咱讲，迄个家主就是敢若上帝，迄个稳定的工资，要甲迄个神来讲，你的恩典已经够你用了，你拿到你应该得到，你已经得到了，拿你的走吧。毋通像迄个大汉囝，农主迄个大汉囝，伊感觉无公平，所以无愿意日去恩赦，无法当甲上帝伫天国来做好同齐做，失去永远的一个拯救。但是世间人做工，咱一个真济对咱后早有换，后好后歹。但是上帝互咱的怜悯，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互咱怜悯是真公平，每一个人拢会得到。但是你要互相比较，像讲，谁会当得到迄个怜悯，谁迄个稳定，你会感觉无公平。不过上帝互咱是拢总平平共款。今仔日圣经讲，我互你甲迄个后来人共款，这是我愿意，这是我愿意的。耶稣基督伊愿意将这个稳定互咱，是无条件的。所以你毋通比较，比较结果呢，就是纷争，就是无公，就袂平安。咱只有甲目睭看伫耶稣，咱所做的合耶稣的旨意就好。虽然无法当就世间来接受。伫64大陆，迄个有真侪人逃亡去到美国啊，中间有一个叫袁志明，即个尾来做一个牧师，做真侪好的工吼。伊讲一个故事，讲伊一届去香港讲道，有一个新学生咧送伊去机场，伫车顶伊就开门讲：你是安尼读神学？这个新学生真庄严，真义正辞严讲：我读神学就是要去甲这个神学了个彻底来批判教会内面遐异端的思想的人。但是人，所以尹志明，你是要做警察呢？你是要做法官呢？所以伫遐，你敢真正摕到你真正的道理？你敢真正徛伫迄个上帝正确这边？但是伊是安尼，伊咧比较，伊伫遐要批判、要论断别人，甚至彼得嘛是安尼。彼得有一届问耶稣讲：指约翰讲，这个人将来安那？耶稣讲：你毋免管伊，我若要互伊活到我过来的时阵，嘛无你的代志，你来对我。所以咱毋通去比较，咱毋通去看逐个人中间的运势，得到的稳定，得到的财富、关系、名声、美貌，较要来想讲，我嘛要得到，若无，我无当对主，因为上帝疼伊比疼我较济。但耶稣甲讲，甲彼得讲，甲你有啥物关系？你来对我，你来对我就对，所以我要守护你。所以稳定是无条件的，甚至稳定是非常非常的拜他的。是上帝，你只有仰望上帝才能得到，你若无仰望，你就得袂到。稳定甲怜悯超过一切的审判。雅各书第2章来记载讲，怜悯原来是怜悯原来是审判来夸口，意思是讲怜悯赢过审判，因为有怜悯，所以咱伫审判日子到的时阵，咱无用咱的罪来失去永生的机会，所以怜悯赢过审判。咱第一是爱用耶稣做咱即信仰的路中的依靠。所以最后来讲，咱讲稳定，毋是一个公平的代志，因为稳定本身是无条件的，是无合情理的。你无应该得到，但是你得到，这叫做稳定。耶稣来到世间，你也看所有比如真济，拢是讲到这个无公平的稳定，因为稳定的基础就是疼，无疼的时阵，你看这个稳定，你敢看到无公平？明明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稳定，你看到是无共的。无共的迄个角度，你看起是无公平。所以咱伫教会内面，还是咱做一个基督徒，
我想做一个基督徒实在是无简单，有当时真侪场合毋知要安怎做，但是真简单的是讲，咱来看稳定是对上帝对咱无条件的听，咱只有把家己的目睭看伫耶稣顶悬，做出下耶稣、胜耶稣的幸运，安尼就有够业。三个来祈祷，特别将阮感谢你，你的恩典满满伫阮世间，伫阮时常伫阮家己自私的心来安排，我都看到你的恩典，甚至阮所互相比较，只要有不平有纷争，所以就是赦免阮，我会让定睛伫你的身躯，学习做你的用你的模样来做阮学习的模范。阮希望阮伫阮追求的过程，互阮的教会也变做芳芳的座伫你的面前，因为你讲，你所爱的是人民，毋是献祭；所爱的是人民，毋是献祭；你所爱的是听，你所要互人是稳定；你所享受的，毋是阮要甲你献祭，毋是阮甲你献金偌济。感谢你，阮有你，阮感觉真阮伫听的内面生活，阮感觉非常的快乐甲宁静。求主你驾驶阮伫行路，伫这天国路途顶悬，会咱甲你时时记牢伫咧。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咱三角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21首，上帝听头，领会一切。请大家起立来吟这首。咱若是做一个报告会，咱
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才能、智慧甲温素来服侍主。阮也甘心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求你接纳。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请坐。这是来报告，我用华语来读。本主日感谢苏元良长老在2堂的礼拜当中讲道。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新生合唱团的诗班，在台语的礼拜当中献诗赞美，非常谢谢。第二点就是上周的主日顺利召开了临时会员合会，感谢兄姐的踊跃出席。补选的结果，长老2名，陈纯美长老、林金熙长老，执事有4名：王耀正执事、许可信执事、陈义林执事、郭燕平执事。此外，在2023年长执会事工已经在上个礼拜的长执会已经完成组织，各组的主责长老，包括像是礼拜组徐瑞林长老、传道组陈文进长老、团契发展组陈建敦长老、财务组林正奇长老、门徒培育组方东立长老、主日学教育组林金熙长老、关怀服务组陈纯美长老、总务组黄启修长老。书记是文娟，副书记是雨欣。在第3点，本会各机构选任2023年的首长。松年团契的会长是林敏泰长老，妇女团契的会长是陈美生长老，少年团契是张怡欣姐妹，圣歌队的队长是李恩慈执事。下个礼拜的主日2堂礼拜中会举行圣礼典，请兄姐预备心参加。同时，下个礼拜在礼拜之后，在7楼会召开第3次的圣诞节期活动筹备会议，请相关的人员出席。第6点，第2期的幸福小组福音行动，雅歌幸福小组在10月30日的下午2点，在607的教室。好所在福音小组在12月2日礼拜3晚上7点，在生活美学。下个礼拜的主日，举行圣礼典，2场的礼拜都是由黄同佩牧师来主讲分享盼望的缘由。肢体的消息，本会前任的牧师穆荣章牧师在10月10日安息主怀，旅逝85岁。告别礼拜定在11月5日的上午10点半，在台北市第2殡仪馆真一厅举行。要出席的姐妹还有弟兄，请在1楼登记，将会安排交通。基隆的安兰桥教会负责治丧的事宜，本会有应邀黄牧师讲道，诗班献慰诗。穆牧师在1988年到2004年公园教会牧会，是本会历年最久任的牧师，任内完成了公园教会的建堂。教界的消息，圣经书院在11月7日举办了2022年的圣诞节期携带艺术工作坊，报名费800元本会会补助1半的报名费，欢迎参加。我们翻开周报的隔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关怀小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共同代祷的事项。在教会第2期幸福小组福音行动当中，包括我们希望圣灵能够帮助同工服事有力，带领幸福小组每场的聚会，还有圣灵能够在 Best 的心中能够动工。第2点，教会透过线上的祷告小组的事工，建立全教会的关怀，还有祷告的网络，彼此能够关怀，进行祷告。最后1点，我们也为着诡谲多变的世界局势，宣告上帝掌管世界的局势和历史。以上，请黄牧师补充报告。新生合唱团呢是阮礼拜日暗时拢甲因做伙练歌，这是真欢喜唱歌的一个时间所以今仔日
虽然阮是有咱团员之一，不过代表教会欢迎所有新生合唱团今仔日伫咱中间的献诗。内面有足侪咱的兄弟姊妹，所以常常去到教会伫遐献诗，伫遐敬拜而乐吼。迄个9月17的时阵，捌去三秀园受邀请去遐专团去遐演唱啦，吼安尼，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我拄好安排今仔日咱的原长长有咱伫遮来安尼做见证做来讲道做伙啦吼。11月20。因嘛是要去到浙南教会受邀请，伫遐敬拜而乐，吼所以这是上帝互阮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机会，常常伫教会内面来献诗，所以今日代表教会来欢迎因来参加吼，希望因有时间有机会来当来。特别伫遮要过来补充牧师的即个个别礼拜，所以咱兄弟姊妹若有想要参加。咱就要伫1楼遐来登记一下，安尼吼。咱有请游览车，所以交通无问题。所以咱有足侪兄弟姊妹较年长，真怀念咱的牧师。所以呢，咱要送伊最后一程，咱伫1楼中间来登记吼。而且特别欢迎咱即我真久无过来遮朋友吼，等于比故乡吼。迄个建安跟周春，陈建安跟周春李峰奇教授，个魏宏毅跟美惠都会特别来今天参加我们的聚会非常欢迎他们。常常回来等下台湾的时阵都来参加安尼。确定呢，迄个上映了后，牧师祈祷了后，然后新生合唱团佫有唱尾后一首歌足优美的歌曲，所以呢，煞定了后，咱毋免赶紧走听唱了安尼，然后我们。听到他们祝福之后呢，那我们才来离场。请咱三角来承迎吟信诗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请吟诗线，请牧师祝祷，请举来临。在中间得到头棒，无受纪念，会当享受上帝你无比的疼甲恩典，以及你为阮备办永远的福分。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叹，已经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角地地，对大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今仔日礼拜到这，遇到